廣東話遊樂場 Cantonese Playground。音譯外來語，究竟咩係音譯外來語呢？睇到呢一個例子呢，我相信你都估到噶啦。喺街上面見到呢一架嘅巴士，同英文嘅發音 bus 係咪好似啊？巴士 bus。我哋睇多個例子，去玩嘅波波池 ball 同英文嘅 ball 係咪好似一模一樣咁呢？所以音譯外來語呢，就係將外來嘅語言直譯成為廣東話。廣東話嘅音譯外來語其實都有幾個國家嘅語言喺入邊嘅，不過我哋今日呢，就會以英文為主。嚟緊呢，我就要考下你，會俾一個廣東話嘅詞語你，睇下你知唔知道呢佢嘅英文其實係乜嘢。開始之前梗係要俾啲 tips 你啦。今日所有嘅詞語呢，都係同食物有關嘅。頭先我講嗰段說話其實都有一個音譯外來語，就係 tips 啦。tips 係咪好似英文嘅 tips 呢？如果你將 tips 讀得快啲，變成 tips， 係咪根本同英文嘅 tips 一模一樣啊？好啦，我哋即將開始會做練習噶啦。不過開始之前，可唔可以 like 咗我哋條片， share 我哋條片，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俾啲支持同埋鼓勵我哋，等我哋咧俾心機做多啲片。最緊要咧撳埋個鐘仔喎，咁你就會知道我哋下一次幾時出新片噶啦。第一個啫喱，啫喱係咪好簡單啊？佢嘅第一個英文字母係 J 字頭喎。啫喱 ，jelly 啫喱 ，jelly 啫喱。你中唔中意食啫喱啊？我都幾中意食啫喱嘅，我中意食荔枝味嘅啫喱。你呢？第二個詞語班戟，班戟係咪都好簡單啊？佢嘅第一個英文字母係由 P 字頭開始嘅喎。我相信你即刻就估到係 pancake， 班戟 pancake 班戟。你今朝早有冇食班戟做早餐啊？你中意食鹹嘅班戟啊，定係甜嘅班戟啊？第三個詞語士多啤梨，士多啤梨。呢個太簡單啦！我相信呢，就算唔話俾你聽，第一個英文字母係 S 字頭，你都會即刻估到係 strawberry 士多啤梨。你最中意食嘅生果會唔會就係士多啤梨呢？第四個詞語曲奇，曲奇呢個都應該唔難啦。佢嘅第一個英文字母係 C 字頭開始嘅。cookie， 曲奇 cookie 曲奇。我最中意食朱古力味嘅曲奇餅，你又中意食咩味道啊？第五個詞語芝士，芝士呢個完全冇難度啦。第一個英文字母係 C， 你即刻會講到係 cheese， 芝士 cheese 芝士。唔係人人都中意食芝士㗎，有啲人會覺得芝士有啲臭臭地味。你呢？第六個詞語多士，多士呢個會唔會有少少難度呢？第一個英文字母係 T， 多士，答案就係 toast， 多士 toast 多士。會唔會你今朝食咗多士做早餐呢？定係你中意放學之後食個多士做下午茶？第七個詞語沙律，沙律呢個應該都唔難啦。第一個英文字母係 S， 我相信你即刻都會講到係 salad， 沙律 salad 沙律。有啲人唔中意食菜呢，可能就唔中意食沙律，但係其實有生果沙律嘅喎。第八個詞語梳打，梳打呢個有少少難。第一個英文字母係 S， 有啲難係因為我估平時你唔會講梳打嘅，因為佢英文就係 soda， 梳打 soda 梳打。我相信呢，你叫呢啲做汽水而唔係梳打，係咪？最後一個詞語啦，第九個布丁，布丁呢個都唔難嘅，佢嘅第一個英文字母係 P 字頭，我相信你一定都有食過添。答案就係 pudding， 布丁 pudding 布丁。
你鍾意食布丁多啲定係啫喱多啲呢？係咪全部都啱晒啊？呢個練習係咪好容易呢？今日呢，我哋就學咗9個詞語，分別係啫喱 jelly、多士 toast、曲奇 cookie、梳打 soda、班戟 pancake、芝士 cheese、布丁 pudding、士多啤梨 strawberry、沙律 salad。音譯外來語梗係唔止9個詞語咁少啦。今次係 part 1嚟嘅咋，繼續留意我哋嘅 channel， 我哋會做多啲唔同嘅影片俾你睇。喺下邊留言話俾我哋聽，你仲識得邊一個音譯外來語，等我哋可以做多幾條片啦。拜拜。